1961年5月，巴黎舉行咗一場轟動全城嘅展覽，就係張大千將最新嘅繪畫面貌呈現喺國際舞台，做同時裝界合作，可以話係見證中國藝術同潮流文化嘅結合。為咗打破觀眾對中國畫嘅固有印象，大千隆盡其事，用創新嘅潑墨演繹傳統題材，畫咗展覽嘅主角巨河通景6坪，全幅高3.6米，闊8米，係畫家傳世尺幅最大嘅巨製。花葉擎天，令到觀眾仿如置身無邊無際嘅荷花世界，感受澎湃蓬勃嘅生命力。大千寫嚟不惜工本，特別喺百德園建造大型畫室，用珍藏嘅舊墨同仗義乾隆紙6張，動員全家磨墨，再將一碗一碗嘅墨汁同顏料反覆潑喺畫面，經仔細收拾，從構思起前後用咗近1年時間，先至完成呢一幅曠世巨作。巨河喺歐洲激發咗極大嘅迴響，張大千仲形容自己成名世界。作品之後立即獲邀到巴西參加聖保羅雙年展，2年之後進軍紐約，亦都大獲成功。原定計劃繼續帶到各地巡展，結果由 Reader's Digest 美國讀者文摘社以破紀錄嘅14萬美元購藏，轟動藝術界。到咗1982年，巨河由紐約蘇富比拍賣，繼續留喺西方。如今喺亞洲首度亮相，喺畫成60幾年之後，亦都圓咗大千嘅心願，將佢帶俾更多觀眾欣賞。